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晚安！非常高兴，我们同一时间在每周三的晚上，我们一起来聆听神的话语。非常欢迎在每个礼拜三晚上这个非常宝贵的时间。很多时候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需要安静心，让我们在把握住每一次的礼拜三晚上的这段时间，我们一起来做一个属灵的大扫除。那我觉得透过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祝福我们的生命，好不好？邀请我们能够将你身边会影响你安静来与神面对面的东西，譬如说电视机啦，或者是手机，我们都先将它转为静音。我们一起透过神的话语来好好安静我们自己的心，聆听生命的话语。一起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一起同心来唱一首诗歌。靠着神，我们心存勇敢，因为他将仇敌践踏脚下来欢呼，歌唱他已胜利，他是王。神已经赢得胜利，释放他的百姓，他的道已经是死仇敌，天地要看见，因为靠着神，我们心存勇敢，因为他将仇敌践踏脚下来欢呼，歌唱他已胜利，他是王。神已经赢得胜利，释放他的百姓，他的道已经治死仇敌，全地要看见，因他靠着神，我们心存勇敢，因为他将仇敌践踏脚下来欢呼，歌唱他已胜利，他是王，他是王，他是王。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献上感恩的心，感谢你将我们带到神你的面前，求神帮助我们，在圣灵的感动里面，我们要分别为圣的生命，透过你的话语来认识生命的真理。恳求你帮助我们，不被世俗的谎言或者是虚构的语言来所迷惑。主啊，此时此刻我们恳求你圣灵与我们同在，打开我们内心的眼光，使我们能够明白今天我们要看提多书的圣经节，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命时常被自己许多的软弱一些谎言所牵引，有时我们也成为传递混乱信息的人，欺骗人内心那最单纯的想法跟眼光。求你赦免我们。主啊，我们要特别为今天我们所领受的真理，赐给我们从你而来的智慧，不仅能够帮助我们自己的生命寻找到当走的道路，也让我们能够真实的实践生命的真理，能够去辨别是非对错的勇气跟信心。愿你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带领我们走在正确的门徒道路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祷告，阿们。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晚安。今天我们要透过一卷非常重要的一个书信，也是圣经里面提多书，特别讲到一个很重要，在我们生命当中许多很多时候我们面对我们生命里面的那种需要做一些很像是要大扫除一样的概念。那很多时候我们生命当中会遇到许多的混乱啦，那或者是遇到有一些该坚持的真理啦，那应该要活出来的生命状态
好，或者是神所喜悦的、蒙神赐福的喜乐的生命。那我觉得这些议题、这些目标，我觉得都需要从我们今天的圣经节里面，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起来了解。那在开始以前，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简单的一个概念哈。今天这个主题拨乱反正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概念哈？那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哈，假如你是一位非常优秀的一个这个房子的装潢师傅，好，那如果你讲到这个房子看起来就已经很漂亮，但是如果你发现住一段时间以后，或者是你刚买的这个屋子你一定会想说，它有哪方面哪部分可能有白瞎啦这个水管哪里有漏水啦，那或者是电线所接的位置啦，哪里有问题。那这些问题不只是表面的，而是藏在很多时候是你看不见的装潢的背后。那如果这时候一个真正的师傅，一个真正的技师，他不会单纯的如果是你是这个师傅的时候，我相信你不会单纯的用很多东西把它掩盖住，你一定会觉得说，我毫不犹豫的遇到这些问题，房子的问题，你一定会想说，彻底的把它拆开来，然后把它挖开地板，然后把一些腐败的或者是错误的东西把它全部清除丢走。所以一整个房子整理完之后，我们入住的时候才会怎么样？才会感觉开心，感觉这个住在这个房子里面是充满乐趣的，充满喜乐的，充满开心幸福感。那今天我们所要看的这一个提多书也是类似这种生命的态度，也是一种我刚刚讲的这个背景的概念就好像我们看起来一个很漂亮，那实际上蕴藏着许多问题的房子一样。当时候使徒保罗他将他一位非常属灵的儿子叫提多，那当时候他特别把他留在这个革哩底岛。那提多呢，他本身是一位相当年轻的同工，但当他要肩负一个重大的责任，就是他必须在一个充满许多说谎，还有很多闲懒的人甚至非常混乱的一个文化所建立的是教会。而在当时候每一座城里都必须适当的设立一些适当的长老来管理这些教会。而当时候在提多所牧养的革哩底教会出现了一些好像假师傅、假教导师，就好像这个墙壁我刚讲的这个屋子里面墙壁里面的这种白蚁，它不断的在怎么样，在腐蚀影响着教会。所以他们口里说信上帝，可是他们的行为上就不是那么的 OK。就好像那个我刚刚讲的这个房子一样，接错电哪里好像不是很 OK 的状态。那保罗他特别给提多这一个被信任的门徒给他一个指示，跟他讲说不是要他要粉饰太平，而是提醒提多他必须要扮演一个勇敢的好像装潢师傅一样，他要能够毫不留情的能够揭露，甚至能够好像拆开墙壁，要彻底的把它解决这些问题。所以他必须要把这个错误的要把它指正，一些败坏的行为要把它矫正过来。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谈到的这个主题，叫做拨乱反正。其实在我们很多门徒训练当中，当我们在读神的话语，我们其实期待的不仅是能够明白神的话语，更重要的是我们学习这个真理的背后，我们要如何用勇敢的生命，敢于去面对自己生命的错误，而跟神求，我们期待能够有能力将我们的生命能够导回到上帝所为我们预备的这个正轨道路上面。这需要保罗对提多许多在这个属灵身份上面的这个传承的任务。同样的，对我们来讲也是一样。保罗他同样在提醒提多，就好像现今的教会牧者一样，很多时候牧者遇到教会的问题，在提醒我们的信徒，当留意小心的时候，
但是不见得每一个信徒愿意。很多时候我们会认为说，过去我们也没有得到这样子的话语，过去牧师你也不必要用这样子的语气啦，或者是用这样的方式来教导我们。其实我从小在认识信仰生命的道路上，我其实比较喜欢别人能够很清楚的告诉我，我反而不是很喜欢人家每次遇到我都会跟我讲，哇，你好棒啊，你做得多好啊。其实我并不是会喜欢这样，但是我会期待当人家在提醒我的时候，是用一个尊重，是用一个上帝的美意，能够用和善的态度，好好的大家一起能够有建立这样的好的文化，彼此分享，也彼此互相指正，对的错不了，错的也对不了。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圣经节，我们一起翻开圣经提多书第1章第10节到第16节，我们一起来看。神的话这样说，因为有许多人不服约束，说虚空话，欺哄人，那奉割礼的更是这样。这些人的口总要堵住，他们因贪不义之财，将不该教导的教导人，败坏人的全家。有克里特人中的一个本地先知说，克里特人常说谎话，乃是恶兽，又残又懒。这个见证是真的，所以你要严严地责备他们，使他们在真道上纯全无疵，不听犹太人荒谬的言语和离弃真道之人的诫命。在洁净的人，凡物都洁净；在污秽不信的人，什么都不洁净，连心地和天良也都污秽了。他们说是认识上帝，行事却和他相悖，本是可憎恶的，是悖逆的，在各样善事上是可废弃的。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看到这段圣经节提醒到有许多很重要的启示的重点，他非常清楚直接的告诉我们，保罗他提醒提多，真正的门徒训练必须要包含真理的防备工作上面，还有行为的矫正。其实保罗他非常清楚的，不是告诉提多你教导的部分，也不是谈论到人所谈论的内容是什么，更重要的是很多行为上的指正关系。所以第一点，我们必须要了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很多时候如果我们不明白要如何堵住我们生命当中那个破口，很多时候会很危险。保罗在第10节到第11节里面，他提出教会当中的问题根源是在于不服约束，说空话欺哄人的假教师他们动机不单纯他们是为了可耻的利益，而且呢，他们最后导致的是败坏全家。所以真正的门徒训练首要任务是将这些人的口要把它堵住。也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知道有些人会讲这个不好，这个为什么要这样做。其实他并不是为了这个事工的根本，他并不会去探讨这个事工是不是应该要去做，而去探讨怎么样去改变方法。他反而是认为说这个牧师提的这个或者是同工教会在做这个事工这个不是最重要的。在里面心里面打从很多关系里面，他有很多想要 argue 的部分。但是实际上很多时候这些工作是牧者在祷告当中跟人所接触，甚至他所牧养的教会里面他所看到的教会情况。如果我们不懂得在那当中试着去了解，不管是牧者或者是长子同工，或者是带领我们的领袖期待我们去努力的方向，那么很多时候我们都单纯只是为了自己，为了自己的生命能够得到更丰盛，可能是为了钱财，可能是为了能够得到别人的重视，但是我们却忘记了我们门徒应该要做的，其实是在顺服的被约束的生命。什么是被约束？你要祷告，有没有被约束？有啊。你要奉献，有没有被约束？有啊。你一个礼拜本来你可以
你本来可以好好的花费你自己想要花费的钱，可是你在教会里面你被约束，奉献就被约束了，侍奉也被约束啊。与人的关系，你要努力的去跟他建立关系，有没有被约束？有啊。你也是变相反向的要突破自己原本不喜爱接纳人的态度啊。这些难道都不是约束吗？是的，很多时候我们不断的在约束我们自己，让我们活在神的真理真理里面。所以我们是否真正主动去过滤我们在教会或者是在我们领受真理的过程，什么是我们应当做的？所以很多时候在败坏我们自己属灵的生命跟价值观，这些话语很多时候都是空话，并不是真实的，而反而我们很喜欢听。第二个我们要想的是，在第12节到第14节里面，圣经的话这样子说，有一位先知他说，克里特人常说谎话，乃是恶兽，又馋又累。馋就好像嘴馋一样，那种坏习惯，又懒惰。这个见证是真的。他说，所以你要严厉的责备他们。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有些时候看到某些人他的一些行为或者是一些态度，我们是嗤之以鼻，但是我们却不敢说。我们有些时候连我们自己是为什么会这样，我们也知道自己错，但是我们却因为别人跟我们说这些话，让我们觉得心里面很痛，而我们感觉到别人不喜欢你。各位弟兄姐妹，我觉得圣经里面在12节到14节，保罗提醒提多要严厉的责备，要让人健全的方式，就是要在生命的错误当中，要真正的领受被责备的话。我觉得一个真正的爱，有些时候是非常严厉的。如果你听得懂别人对你严厉的话语，不是伤害，而是能够帮助你的生命得着坚固，那么我相信你的生命就会迈向那个健康的、健全的生命。所以拨乱反正要求我们是不被世俗所迷惑，甚至没有所谓的好像教会的宗教仪式所牵绊。今天你要来聚会，你是预备心的，你不是随随便便。好，那不是随便，也不是因为说哇，你把自己打扮得非常如何，不是。我们不要害怕去指出自己生命的错误，而反而我们更需要在上帝的面前，当我们每次来到上帝的面前，或者是在小组里面的生活里面的时候，我们都能够把自己的问题讲出来。我们请大家一起来为你来祷告，因为每一个人是把遇见神跟神的接触的关系，这个拨乱反正是把我们过去这个混乱的生命次序，能够因为神的真理能够重新回到真理的爱当中。所以各位弟兄姐妹，真理的爱有些时候听起来不是很舒服啊，但是却是对我们生命是非常大的帮助。我们继续看下去，在第15节里面他谈到在洁净的人凡物都洁净了，在污秽不信的人什么都不洁净，连心地和天良也都污秽了。各位弟兄姐妹，这段圣经节讲到，你觉得你有信仰就是清洁的人吗？并不全然。有信仰的人，如果他自己的行为他不会反省，而反而他不会让人家知道他在做些什么，反而他这样的信仰生命，我觉得不是那么的干净。因为只有他自己知道他自己在做什么，而且他做错事情他最清楚啊。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必须要了解，在清洁的人凡物都清洁，相反的，在污秽不信的人什么都不清洁，因为连心地和天良也都污秽了。各位弟兄姐妹，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门徒需要时刻去查验自己，我们的动机跟良心是否清洁。我们不能只追求外表的圣洁，那外表这些实际上我们也很容易去看外表的事物，但是这里提醒我们应该要去重视的是内心是否腐败，我们的心中是否被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洁净的生命。
我们是否用谦卑的心，用谦卑的生命来面对我们的上帝？所以如果我们时常用这样的态度来认识我们的信仰，牧师要告诉你，我相信你在神的面前，还有在人的面前，你是非常勇敢的人，因为你不会害羞，你也不会害怕，你的生命才是一个真正被拨乱反正的生命。第16节他讲到，保罗提醒到，他们说是认识上帝，行事却和他相悖，本是可憎恶的，是悖逆的，在各样善事上是可废弃的。哇，这句话真的提醒我们一个很重要严重的问题。很多时候我们在做假教师的行为，是因为我们口口声声说我们认识神，可是我们的行为我们否认他。什么意思？我们认识神是因为上帝爱我们，上帝如果爱我们，上帝爱所有的人，上帝爱所有的人，也就是上帝爱你所不喜爱的人。如果上帝爱你所不喜爱的人，可是我们却对于我们所不喜爱的人，我们却没有办法像上帝一样来爱对方的时候，我相信大家的问题，心中的问题就会油然而生。该怎么办？对待那一个人，他跟我有稍微的过节，我真的很难跟他在一起，求主怜悯。保罗他称他们是可憎恶，是不顺服的，在各样善事上是可废弃的。各位弟兄姐妹，门训生命被造就最终的目的是行为必须跟真理是一致的。我们必须不断地问我们自己，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的工作态度，我们的家庭关系，以及我们在跟弟兄姐妹生命的互动关系，我们是否真的如同我们所认识的上帝那样，有上帝的美好形象，是能够爱人、包容，甚至能够怜悯人，甚至如同有圣灵的9种果子一样。我们不能成为在行为上的无神论者。我再讲一次，我们不能够在行为上面是没有神的。也就是说，我们在知识上我们认为有神，可是我们在行为上是没有神的。拨乱反正的意思就是要将我们那虚假的生命，我们要宣告说，主啊，帮助我，怜悯我，让我的生命能够带出真实的行动，去爱那个我没有办法爱的人。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保罗他在2000年前他对提多的提醒，他也同样在对我们现今的世代，很多真假难辨的世代，对我们提醒很重要的关键。只是在提多书第1章第22节说，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自己欺哄自己。这个白话文讲得非常清楚。我们今天学习拨乱反正，重点就是在于不要欺骗自己。听神的道，就应当要行出神的道。你爱神吗？我相信你也爱主，但是也求神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学习能够有更开阔的心，去包容，去怜悯。当我们有得罪别人，我们试着跟他道歉。当我们跟他道歉了，如果对方他还没有办法接纳你，你也不要生气，你也不要懊恼，你只有在神的面前跟神说，神啊，我办到了，我做到了，我恳求你赐给我更大的力量，让我能够在接下来未来的道路上，能够持续的在错误的地方能够更加的合神的心意。也求神赐给我们力量，时常为我们还没有回到神面前的弟兄姐妹朋友，我们时常为他祷告，为你跟对方的关系来祷告。上帝知道在这个混乱的世代，这个混乱的世界里面，要完全活出圣洁的生命是非常困难的，但是他应许我们，只要我们愿意回转向神，愿意接受今天我们所领受到的真理，我们得到生命里面非常严正的指责，知道什么是对的，那么我们就去修正它，相信圣灵会帮助我们。
这个清洁的生命、圣洁的生命在你身上，我觉得是必然可能发生的。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我们都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得以洁净的生命。今天的挑战，我相信不是只有口头上的基督徒的挑战，也是坐在一个行动上还没有实际勇敢改变调整的门徒身上。让我们一起勇敢的在我们的生活教会当中，把那一些说空话的，只会为了个人自身利益的，与真理不符合的行为，我们学习将它拨乱反正，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成为一个行道的，不只是听道，听神的道理，还有能够行神的道的见证人。求神帮助我们，相信今天拨乱反正的门徒训练内容，期待能够祝福每一个人，让我们有分辨的能力，让我们有勇敢的行动，内心也有圣洁清洁的生命来跟随主。相信在今天结束以后，我们学习为自己写下一个你自己所期待的生命。主啊，我要作为一个我嘴巴不只是称谢你的人，感谢你，认识你的门徒儿女。我在行为上我还没有活出来的部分，求你帮助我。没有活出来的部分，有一些是我们的嘴巴，我们讲话，还有可能是金钱，可能是情欲，也有可能是什么？是一个行动力。我们非常懒惰，我们不想要改变。求神给我们力量，我们向神认罪，求圣灵来帮助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去做改变。也接下来，我也期待你能够，当你听到或看到任何跟信仰有关的资讯的时候，你也学习练习，像提多书我们今天所看的生命的原则，我们怎么样去检视它？这个真理，这个讯息是真的可以让我得到健全吗？它真的可以帮助我，让我得着一个清洁的生命吗？求主帮助我们，愿神赐福大家。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今天再次借着保罗的话语，神你的真理提醒我们。我们承认我们的生命，了解到我们生命有许多混乱的地方，把神的真理，把神的真道，把要救我们生命的真理，把它搞混了，甚至把它搞砸了。求神赐给我们，帮助我们，透过你的真理，你的话语，来拨乱反正我们生命有错误的地方。在拨乱反正的过程当中，相信有许多我们要被修剪，会有痛，但是我们相信你已经赐给我们的圣灵跟真理的话语，会帮助我们，不只是聆听神的道，更让我们有行道的能力。愿我们的心还有我们的良知，在神的话语里面能够保持圣洁清洁的心，让我们在教会里面有爱心去包容，也有勇气去责备、引导、带领错误当中需要改变的弟兄姐妹朋友，我们陪伴他们，用正确的方式，用有智慧的言语，让我们带领许多需要得救的灵魂更认识耶稣基督的救恩。主啊，愿我们的生命能够成为你真实的见证，使那说空话、污秽不信的人，因着我们的圣洁清洁的行为，而看见了神你的荣耀。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们。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今天的门训课程就到这边记得你就是那位在混乱当中被神所拣选出来，生命拨乱反正的见证者。不要害怕面对问题，因为我觉得信仰的问题、生命的问题，当我们被揭露出来的时候，我相信就是生命改变的开始。愿你今天带着那份感动跟勇敢的灵，能够去活出你所相信的。如果你觉得这段信息对你有帮助，也请你分享给更多需要拨乱反正的朋友。让我们一起在今天的神的话语当中，一起领受到神丰富的爱。
若有任何问题，也欢迎每位弟兄姐妹在底下的留言区能够留下你的宝贵的问题。愿主赐福你，愿你平安。